饭店员工真欠，向临时工拢真歹找。劳动部提供房务人员、清洁人员补助，通过培训的课程，一个月就会当加领6000块的奖励金。疫情时阵，观光旅宿业拢停落来，所有员工拢停止上班，或者是转做其他头路。疫情了后，各路各开始，按过工作人员全部转来，尤其今嘛多是休大大过，花莲旅宿业佫真欠人。在疫情中，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啊，然后年轻人他可能会有比较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，那确实对饭店这个传统产业上的人力缺口，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。为协助解决欠人问题，劳动部开始在各地推动疫后改善欠人扩大就业方案。民众也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，各顺利登记全工时头度，就用每个月领6000块的劳工专案就业奖励。全时工作的话，一般的失业民众每个月可以领6000元。特定对象如中高龄2度就业妇女的话，每个月可以有1万元。偏乡或者是特定地区的话，还可以加码3000元。业者表示，其实过来欠人问题是伫薪水上过低，即马连做3工的人拢找无。现在工读生都不好找，因为工读生现在因为薪资比较低，所以原则上他宁愿去送 Foodpanda 送外卖，工资比较多，而且工时比较自在。那基层在每天在那边做很多的工作，其实他薪资对他来讲是不划算的。虽然大部分的学员拢肯定补助政策，不过也是有人私下表示，因为失业者来上课领补助，结婚了后不一定加入旅宿业基层服务，靠补助无法度维持生活，希望政府应协助调整薪水结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